頭先嘅片段呢，就係北京市面喺屠殺之後嘅景象。而家我哋再睇下一位北京教師接受本台訪問嘅時候話：士兵連救護人員都唔放過。由陳慧儀報導。一位大學嘅老師對我哋話：尋晚嘅情況非常之緊張，只要你阻攔，士兵就會開槍。就算你停留喺屋企，亦都有機會俾機關槍掃射。你只要從窗戶裡開燈，他就打。你看，不管你什麼人，老人、小孩，你都要他打。現在我們這邊那個9歲的小孩都給打死了，身上7個洞。是不是說有啲紅十字會的人也給打死了，醫生也打死了？對。那個是情況怎麼樣發生的呢？那是在天安門那邊，因為那個協和醫院呢，就是那個協和醫院那個醫生呢去搶救，一去他就開槍打，他不管你。還有一個學生打倒了吧，另外四個學生嘛。看見了，就是跟旁邊那個當兵的講，說我們把他抬過來。那當兵一點頭，他們4個人舉着手過去抬那個女同學受傷的。這樣的話呢，剛過去一彎腰，他一說是子彈，這4個人都打倒了。是侯德健呐，什麼那個幾個人不是在那靜坐絕食嗎？靜坐絕食了，就是他們出面跟部隊商量，讓學生撤走。這個時候呢，答應讓學生撤走，但是學生還沒有撤走，最後是清華大學是最後斷後啊。這個時候呢，人還沒走，坦克車就開過來，就衝過來就壓。這個時候清華呢11個學生就手挽手就擋到那個坦克，這個是坦克不管，他就從那壓過去，壓過去再壓回來，一下壓17個。呢一位老師仲話：佢哋今朝早統計過。有100幾個清華嘅學生失蹤，啲老師同埋家長想去廣場救返啲受傷嘅同學，或者領回屍體都唔批准。部分嘅死者仲被當場火化，根本失蹤嘅人數冇辦法估計。佢仲話啲防暴士兵睇嚟好似服食咗某啲藥物。那些防暴的那個士兵啊，好像都吃了藥的，臉上通紅的那個臉啊，通紅的那個眼睛啊，都發。這個眼睛都不正常，那個眼光，那個眼睛，那個臉全是通紅的，好像吃了什麼藥似的，見人就打，見人就開槍，狂笑。他邊打邊狂笑，大概這人大概吃了什麼藥的學生這樣。另外，清華嘅同學今日要求校方喺學校裏邊設靈堂，獲得答應，但係校方就唔肯公布死亡嘅人數。同埋宣布清華罷課罷教，以示抗議。另外，呢一位教師又話，好多家長都好焦急，想知道佢哋嘅仔女情況，但係校方呢就切斷咗長途電話線，暫時冇辦法同外面聯絡。無線電視記者陳慧儀報導。美聯社引述中國官員話，軍隊鎮壓行動係鄧小平落命令嘅。官員話，鄧小平正在醫院醫治前列腺癌，目前情況嚴重。而鄧小平係喺醫院下令鎮壓行動嘅。官員引述鄧小平話：就算嗰啲參加民主抗議嘅人係無知，但係佢哋有份參加，就一定要受到鎮壓。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2個記者被北京公安扣留咗差唔多20個鐘頭之後獲得釋放。佢哋接受訪問嘅時候透露，佢哋係喺星期6晏晝喺天安門做緊現場報導嘅時候，俾軍隊拉咗入故宮博物館。當時仲有另外8個外國人困喺入面，包括巴基斯坦大使嘅仔。2個記者話喺扣留期間受到良好對待，但係軍隊拉佢哋嘅時候呢就好粗暴。歐洲多個國家嘅大城市都有人示威抗議中國政府血腥鎮壓。呢啲城市包括巴黎、倫敦、維也納、海牙同埋奧斯陸。喺巴黎，大約1000人，其中多數都係華人，遊行到中國大使館外面示威，抗議中國軍隊屠殺北京嘅民主示威者。好多示威者都忍唔住喊起嚟，一啲人又高叫民主烈士萬歲嘅口號。而喺倫敦呢，有2000人由唐人街遊行去中國大使館，抗議中國政府血腥鎮壓人民。佢哋又高叫停止屠殺嘅口號。
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呼籲全港大專學生喺今日起罷課3日，抗議中國政府血腥鎮壓。另外，學聯會喺今日同埋聽日2日發起2元1信行動，市民只需要俾2蚊就可以攞一份由學聯準備好嘅信件寄返國內。另外，全港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幾個代表凌晨到港督府請願，得到港督副官接見，透露港府已經同英國駐北京大使館接觸，大使館會盡責照顧喺北京嘅香港市民、記者同埋學生嘅安全。呢幾個代表琴晚到港督府遞信，佢哋嘅緊急聲明話：香港政府有無可推卸嘅責任，保障本港喺北京嘅大專學生、新聞工作者、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50幾個代表以及其他本港人士嘅生命安全。佢哋要求港府盡快安排一切措施及工具，協助佢哋盡快安全返港。幾個請願代表跟住就喺港督府外面靜坐，一直到2點幾鐘先至離開。百幾個市民凌晨揸車去文錦渡邊界，面向中國提出抗議。呢百幾人係自發參加抗議活動嘅，佢哋揸車去到文錦渡禁區前面舉行集會，聲討北京軍警鎮壓學生。警方喺禁區前面戒備，協助維持秩序。蘇聯發生輸油管爆炸，導致2列載客火車着火焚燒，有800幾人死亡或者失蹤。呢次事件喺蘇聯烏法市附近發生，一條輸油管氣體泄漏，跟住就發生爆炸。而喺輸油管隔離嘅一條火車線呢，啱啱有2列載客火車以不同方向駛過，2列火車都着火焚燒。車上面1200個乘客之中，有800個死亡或者失蹤，